珊珊，你听我讲啦，珊珊，高着讲的无唔对，我连名字拢无爱记啊。我俩是讲咱早会，我就是阮家的新妇啊。原来我唔是，是嘞啊，我无应该入去你的房间，是嘞。珊珊，我唔是意思，你误会，珊珊，是我怀疑过头啊，我袂记得家己是啥，根本就更小了。我为了等啊。珊珊，是你啦，我唔是这意思，我。是对了。你两个，公，你，哦，来吧。阿妈，先饮水，爸，你别激动，你来先坐，你先坐，先坐，啊，先坐，我来坐，过来要吃一条，来，免啦。你两个真是咧做伙啊？你袂感觉怪怪？你爱叫伊阿静呢？莫怪啊，莫怪讲你会来本岛讲要做实习媳妇啊。我就想讲，先做新妇叫你爸，等你若听惯势啊，以后较会当接受。你哪有可能接受啦？这关系就拢乱去啊嘛！你若讲，拢无什么意见啊？我来做实习媳妇，就是阮阿公的意思。啊？这个天才啊吼，是怎样？爸，即摆时代在变啊，外口还有70几岁娶30几岁某对吧？我甲珊珊差10岁尔，唔是啥物问题啦。你就是你讲啥？你唔是款啊？恁两个辈分差一辈，别人会安那想，外口人是安那讲咱兜。外口人安怎讲，跟我无关系啊。我要去做人的呢。富贵啊，你莫讲话啦，爸，你先莫遐激动啦。其实我是感觉这也无啥。珊珊甲富贵熟悉遐久啊，大家互相照顾，然后互相欣赏啊。时间若久，自然就有感情啊。伊若无血缘关系，也无犯法。这外口的人要安怎讲，那是真正无用的法啦。袂用诶，辈分拢乱去啊！阿爸，哦，你看，一个叫阿爸，一个叫阿公，你甲我讲卖，这安尼，你袂感觉奇怪吗？若要讲奇怪啊，我甲安怎做伙，毋是讲我奇怪。啊？你讲啥？介意一个人无啥物道理啊，是好是歹，都要家己承担哦。重点是要对得起家己。珊珊、富贵，恁是安尼啊？我甲安怎嘛是安尼，而且咱也无去害人啊。自古早到即马，全世界1万外人，咱两个人竟然会当拄着，互相介意。心意相通，我感觉这是最困难的代志。这个人讲是奇迹。你即摆讲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真的。你。爸，